今日咱要请陈秀文老师，伊代表台湾新人院来请安甲分享。伊的题目是“遮的人甲遮的事”。兄弟姊妹平安。平安。我是台湾新航院教会音乐系的老师，真欢喜通好代表学校来教咱教会请安。我拄看到园长到的时阵，我插一条，因为我顶礼拜学校派我去大安教会，嘛是去请安。替我疏会是我才知影是园长老的弟弟，所以这嘛是真拄好的代志。我伫学校，阮就是讲伫11月要派去倒位呢，我家己都毋知影。好好派出来，一个派令落来，我就知影讲我爱去倒一间教会，所以今仔日真欢喜来到高南教会，也感谢高南教会侪年来关心这间学校。今仔日我要来用遮的人甲遮的代志这个题目来分享台湾新航院大家庭内的小故事。我话句真侪咧，毋是要高举什么人，但是希望我亲身的经验鼓励你甲我。第一段要来分享的是来军队主，圣经是马太福音第4章18加22节。耶稣行伫加利利的海边，看见两个兄弟啊，就是西门叫做彼得。甲伊的兄弟安德烈拍网伫海里，因为是讨鱼人，伊就甲因讲：“来对我要互恁得着人，亲像讨鱼的。”因念伊离开网来对伊，对遐进前，佮看见两个兄弟啊，就是西庇太的囝雅各，甲伊的兄弟约翰，甲因老爸西庇太伫船里伫捕网。耶稣招因念伊离开船。拜别伊的老爸来对伊。对马太福音的第4章，咱看见彼得、安德烈帮了手头的工课来军队主。新航院有年纪真轻就立志要服侍主的青年，元杰6岁就讲伊将来要做牧师，12岁开始。头壳毋知原因会痛，因为脑瘤动2摆的手术，因为肺破空，佮动2摆的手术，伊无法度正常去学校读册，靠自修完成一科的检定，摕到高中的学历。伫短短做学生的一段时间。有一日放学，元杰伫校门口鼓起勇气，邀请伊同班的同学孟正去教会。这位同学孟正，辅仁大学毕业了后来读新航院，今年毕业，真做团队。孟正有真悲惨的故事，爸爸事业失败。爸母离婚，和弟弟买伫爸爸开的家庭车，假做是空车，有人去上车，因才会通逃出来。孟正的爸爸心情定定真歹，每暗拢啉烧酒发性地，夜倒要杀囡仔。直到孟正常常惊甲困袂去，造成伊后来有长期失眠的问题。孟正的爸爸最后掉刀自杀。20岁的囡仔替老爸办丧事，加在元杰带伊来教会，教会才做孟正和伊的弟弟的厝，天父才做因的爸。元杰用伊大学部3年级的身份来考台新的研究所。迄年来考的人
有几位是台大政大研究所已经读毕业的同学，无拍算袁杰伫迄届的考试得到状元。袁杰现拄时是大学硕士班2年级的学生，是咱相片看到的正手边这位。孟正就是倒手边这位。圣诗古圣诗279首，新圣诗的159首。第20个歌词，咱做阵等一下，第20个歌词，咱做阵先来读一遍。好，来，主罪我。咱坐咧唱。做阵来。感谢主，真做元节的智慧，真做梦正的天父。新学院也有伫各行各业已经有基础的同学来敲找属灵的使命。梦正共班的同学道人，对于台大医学系毕业，伫台大受住院医师的训练的时，时常去安宁病房关心遐个病人。真侪人问道人，为什么不爱做医生啊？道人讲，伊其实欢喜做医生，因为伊真爱讲话。咱知影，病人常常是真安静听医生讲话。但是做医生，当然袂通照顾病人的身体，信用却袂通改变人的生命。真侪人为家己拍拼一世人，一旦破病，一切真做空空。道人讲，伊愿意学习，将家己的人生交予上帝。道人就是这位穿白衫这位，伊今年毕业，受派去花莲的寿丰一个资源无济的教会，和池一凡牧师做阵服侍。池一凡牧师就是咱中这位女牧师。一凡原本是读法律，伊的先生周家健老师是美国波士顿大学的钢琴演奏的博士，捌做过真理大学音乐系系主任。到人家己的太太是读社工，所以阮真期待通过因的合作，通好服侍弱势边缘的人。第二段我要分享的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用生命影响生命。提摩太后书，念入你心内无假信，这个信是大声点伫你的外妈罗伊，甲你的老母幼年期。我深信这个信也是点伫你。新学院毋是干那教财目，新学院是生命教育的场所。学校有一寡同学的年纪有资格真做另外一寡同学的爸母，阮也真正有母子档、母女档，毋那是肉体外面互相连结的一家人。
也做伙受造就，信仰、性命也相结连。有间中青光艳的白花来读神学，先生为着要帮助太太，就将工作放一边，搬来学校替太太整理笔记，读互太太听，就亲像寡妇捐的2个小钱，白花将伊所存的拢捐出来。目睭无好，也是愿意回应上帝呼召。读台大外文系的囝郑翔，是因厝内第一位信主的，然后伊才引带爸爸妈妈信主。郑翔去年也入来神学院，厝内有2位新学生了后，每礼拜的家庭礼拜也是继续。爸母有见证的性命，真多囝儿的模范。更较趣味的是，郑翔高中的教务主任，读高中时阵的教务主任，退休了后也来台神，师生变做共班的同学。台北南港教会柯永峰牧师2位查某囝，泰雅族的囝婿，牧师娘小莲煞来读研究所。2位查某囝，牧师娘甲囝婿毕业的时，院长奖、董事长奖、论文奖拢因摕去，何等感恩！伫装备真侪上帝罗卜的过程中，厝内人互相支持。伫校园，即家人的互动是一幅真水的图。每一位受呼召的人，拢有感动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互相激励，互神学院真侪塑造生命、塑造生命的所在。这也提醒咱，着得先有生命，咱才通好和人分享生命。台神毕业的一位牧师葛兆新，伊和伊的爸爸最近伫屏东牧会，爸囝伫同一间教会做牧师。葛兆新牧师，即个小牧师、小葛牧师，伊负责青年的部分。现拄时，即间教会敢若青年就已经有500个人。咱即马要来唱伊做的即首《我需要有你伫我的生命中》。即个歌词是中文的、华语的吼。那咱请婉伦来甲咱前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
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彰显你荣耀。咱长老教会的信用就是真理教问答内面的一句，就是讲，咱活着，咱的目的是要荣耀主。主耶稣也是咱生命同好的样式，榜样。第三段我要来分享的是活气，土的气躯和圣神的慷慨。哥林多后书。若是阮有这号的宝贝，放伫土的器具，是要互极大的权能做上帝，毋是出伫阮。美国长老教会的宣教师马约翰牧师，原本读美国真出名的学校杜克大学，准备要做律师。上帝却呼召伊成做牧师，佮找伊来台湾做宣教师。伫东部原住民的部落3年的时间了后，来台湾新学院教礼拜学。阮带学生去南部举办礼拜的研习会，坐真久的车，暗时8点才到教会，练习到11点。困的所在有跳蚤，无法度真正休困。加当日有人下久，有人头痛，但是规日的服侍，无有任何人埋怨。迄个礼拜，互真侪人感动到流目屎。学生熬演戏，演甲互人目屎干咧，佮同时笑出来。来礼拜啊，讲阿嬷讲，无来的人真正是无彩啊。学生讲，毋是因特别高服侍，是因为知影家己未堪得。当土的器躯愿意讲破，内面的宝贝就显明出来。圣神家己做工，学校去金山翡翠湾灵修会。我主持夕阳礼拜，就是太阳特别落山的时阵的礼拜，用真侪时间准备。有7位学生牺牲因自由活动的时间陪我练乐团，讲因亲像是海角7号的乐团，因为阮拄好伫海边。结果室外聚会场所插头有问题 ，keyboard、bass。拢无法度用，虽然有大声讲、大声讲，但是海风在吹，真侪角度拢听无我到底在讲啥物。伫失望的中间，忽然看见天顶有彩虹，好亲像上帝用彩虹向阮证明，伊的应允是确实的。侪侪人内心得到极大的安慰，讲即个礼拜真感动人。虽然阮准备的音乐无法度用出来，感谢主，伊家己用大自然出声，成就一切。咱不过是蒙恩的罪人，上帝的赏赐超过咱通想象、咱通求讨的。一首圣诗讲上帝疼痛，爱话遐大，经我微微小可的人，互我含伊滚我，咱要做伙来唱一节。来。
个疼痛太话遐大，叫我微微小快乐，互我甲伊滚我。所以迄天，迄个彩虹就好亲像，阮看到上帝用伊即个彩虹的记号来甲阮滚我。第4段我要分享的是彼此相疼是温度的记号，彼此相疼是温度的记号。我用新的概念互恁，就是恁着相疼，亲像我捌疼恁，恁也着安尼相疼。恁若相疼，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约翰福音讲，彼此相疼是温度的记号。每一届伫学校，我看到咧摒扫的妈妈，我就对真远甲伊叫秀芬姐。行过办公大楼边仔的小房间，我就探头和伊拍招呼。就因为安尼，常常有意外的礼物。秀芬姐互我伊为南部带来的番麦，互我伊用麻油炒的咸饭。接受互人的中间，人甲人的关心自然表达。我将我和伊的故事写做文章，摕互秀芬姐看，伊歹势起来。伊讲伊毋捌字，细汉厝内真丧凶，先生阁真早过身。等伊2个囡仔结婚了后，伊要转去小学读册。6年前，我的学生艾伦的爸爸原本是关西教会的牧师陈克里牧师，因为中风，所以无法度讲话。艾伦的爸爸克里牧师原本通好用台语、华语、客话，甲因原住民的泰雅语讲道。几个月了后，艾伦同班的同学，母亲的妈妈叶洪成牧师娘，脑血管瘤破去，到现场时，牧师娘要是无法度讲话，也无法度振动。做有遮尔大的变故，我做导师，我问艾伦甲母亲，是毋是怀疑上帝真正疼人？因2个人应我，因为兄弟姊妹的疼，互因感受到上帝的疼。克里牧师知影我真疼伊的查某囝，教师节来学校，无法度讲话，就互我一个深深的拥抱。圣诞节寄卡片来，讲伊真认真在福建，有一天伊的确要搁徛讲台，伊的确要搁讲道。我今年一直在破病，常常无声音。有一日，一位先生用报纸包一个物，真重的一个物仔摕互我，拍开看，原来是一罐真大罐的枇杷膏。事后我才知影，送我枇杷膏的同学，伊的名叫做天使，已经有一个3岁外的囡仔，但是伊的太太伫生产的过程中来过身，所以伊来新学院读母会关顾，就是开始协谈咨商的学习要安怎安慰帮助人。一位拄入学的新生，竟然体贴看见老师的需要。咱相疼，因为上帝先疼人，疼人是对疼上帝来。出于这款信仰的感动，咱才有够硬的气力去疼人。咱疼古水的人真容易，但是有的人需要咱
一直付出，一直付出，人阁看袂到回报的时阵，毋是咱家己讲，我要去听伊，你就做会到。我真喜爱第3世纪神学家奥古斯丁的一句话：听，并且通过你的生活表达听。咱若真正明白上帝是听，咱就会决意去听，决意立志去听，下决心。新生诗的523首，一首法国的诗歌。这个歌词讲，有听的所在，上帝就甲咱伫地。相关对要带咱来默想，听是啥物？囡仔有仁爱，上帝就同在。第5段我要来分享的是，伫今日的世界，咱伫倒位找到耶稣？伫马太福音的第10章第40节，安尼讲：接纳恁的，就是接纳我；接纳我的，就是接纳找我的。过年的时阵，咱伫食青草。休困佚佗，宣教师邓凯福老师因的全家伫照顾一个还未满月的艾滋病宝宝，名叫做晴晴。规个寒假拢无法度困，晴晴扫袂停。邓老师夫妇也受传染，连扫2个月。每一遍去邓老师因兜，拢看到因的店里。规德哥的囡仔衫，当晴晴开始会晓讲德语、
南非话、华语，规种真简单的请安的话时阵，伊将来毋捌见面的生母，讲要甲伊接转去。有一天，伫校园看到邓老师引导下人拢穿水衫，原来因要带青青去翕相翕全家福。迄个礼拜伫台神拄好是邓老师讲道，伫讲道中，伊讲要送青青转去，迄阵啊无法度阁讲落去。我看见一位老爸会疼。咱阁来看2张相片，结果青青食毒的生母并无将伊留伫身边，是送去婚林，互含外公带做伙查某人照顾。邓老师拍电话去社会局关心，毋知影。青青即马好势无？得到的答案是，因厝内有装冷气，应该照顾了袂歹，是安尼吗？耶稣，咱要伫倒位找着伊？是伫一个有疼心的医生的手中，是一个有疼心的老师的手中？是艺术，好的艺术，也是伫路边伫甲人分钱会去食，也是关伫家庭的家常，也是伫大自然中间，也是伫囡仔的面腔。新圣诗的72首讲，耶稣愿伫一切受造，甲伫囡仔的面腔顶面看到你。真侪时阵，在坐捷运的时阵，我会就是目睭会安尼四顾环视一下，可能会找到一个人，我就毋知伊叫啥名，嘛毋捌伊，可能就替伊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咱无定嘛会当安尼做。第6段，我要和咱分享的是：论到我，甲我的家；论到我，甲我的厝。若是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今仔日恁着经恁所要服侍的。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这是伫约书亚记的24章。5年前，在做鼻咽癌治疗的志总来读新学院，伊拄好是和咱的科团队是同学。伊戴口罩
来参加学校的教堂诗班，也真努力唱歌。下课的时阵，志总就将伊的口罩摕落来，互我看伊的面。我就讲生笑，讲啊，你足像孙悟空，因为一大袋乌去。几个月了后，岩刷去到去，脑也发现两粒瘤，电疗、化学治疗双管齐下，只好休学。我去病院看志总，拍开门，看见13岁的查某囝头起伫爸爸的肩胛头，一家人自然在讲笑，因信用的表现，互我真佩服。08年5月，雄雄伫新学院的图书馆看见志总，原来伊来做义工。已经真散了。8月初，学校拄完成招生考，却传来志总过身的消息。无几天，听到学校的同工讲，志总的太太替学校奉献20万，佮听讲，因也为一间真弱小的教会奉献一笔钱。我的内心真激动。志总的囡仔，一个13岁，一个12岁，拢还细汉。一家人竟然先看见别人的需要。去年伫教会公报的头版，读到一位囡仔，名叫做简言如，得到德国纽伦堡发明奖的银牌的消息。我就打电话问志总的太太：“这个囡仔正经是志总的囝吗？”1个月前，台北中会伫新庄的体育馆做60周年的感恩礼拜，我指挥联合圣歌队，经营伫300-400人的圣歌队中间，看到现拄时伫建国中学读高二的颜如，一大群人的中间，看到颜如迄个东西，我伫台仔顶差一点就哭出来。这张相片是拄好1个月前双十节，妈妈甲这2个囡仔伫教会参加婚礼翕的。我感谢主，咱的主是孤儿甲寡妇的主，当然嘛是咱的主。我每年拢为着交袂出学费的学生4个去募款。2年前，捌想要一位最近生理做了袂歹的兄弟募款，但是有一段时间无和人联络，就歹势开嘴。无拍算，去年的热天，我雄雄有一个机会去到一个兄弟因兜做人客。食饭食到一半，主人突然把箸放落来，对我讲：“我为今年新的奉献的对象已经祈祷一段时间了。秀文。”我想要为着台神的教会音乐系奉献100万的奖学金。通常，咱的奉献奖学金拢会对道学硕士班，就是将来要做团队的人，所以教会音乐系的学生是较无奖学金的。所以伊直接讲要奉献予教会音乐系。伊接续讲。就帮助有需要的人，唔免有任何的条件，得到这笔钱，到地当讲，要亲像感觉是迷茫。奇妙啊！
上帝竟然感动这位兄弟，互我袂当讲出嘴的愿望来达成，对搁真搁活的主只有学乐。我欣赏这个家庭，毋是欣赏一般人看会到上帝祝福的外表，其实这个家庭家己是真勤俭的。你看伊囡仔的穿插，因兜用的物仔，真侪时阵拢是赠送品，毋是啥物特别华丽的物仔。但是父母将欢喜奉献的信仰传互囝儿，当做边留钱，互囡仔搁较宝贝。我知影因替真侪间新学院奉献，毋那是长老教会、浸信会、卫理公会。这位兄弟常常做一件代志，是和伊的太太甲囡仔讨论，这笔钱咱应该奉献予啥物人？愿上帝也帮助咱做伊真好的管家。每一个人的口袋的深度拢无共，但是咱拢通好合适做好的管家。最后一段，第7段。我要分享的是咱的新学院圣灵在出伫箴言17章。客仔是要锻炼魂，炉是要锻炼金，独独耶和华是要锻炼人的心。台湾新学院就亲像鼎甲炉，背景拢无共的人伫遮等待受锻炼，有身体有气，靠主温点才活落来。亲像咱拄开始讲的缘起甲梦中，有出生一般人眼中最高学府的，亲像道人，亲像正向，也嘛有和上帝相应才顺服的。但是是上帝祝福下面，阮做伙笑，做伙流目屎，服侍上帝的路顶面，阮也牵手做阵行。每年的6月，送一批主的工人出去；每年的9月，佮迎接另外新的一群。我的学生小慧，去年的春天去缅甸，发现第2大的城的教会甲新学院竟然无钢琴，即摆迄个大城拢总才2台钢琴尔吼，现拄是。伊就倒来台湾募款，买一台2手钢琴，佮志愿去缅甸，伫育幼院甲新学院做栽培就是栽种、野种甲栽培工作。今年的过年，我原本计划去看小会，我就问伊，我通好替你炸啥物？小会甲我回答讲：老师，你甲我炸2盒的苏打饼干，我通好做炸蛋。我最近也真爱食也真想要食巧克力，你敢会当替我炸1袋来？我就用电子 email 甲回讲，1袋巧克力，老师1时仔就食了啊。读到这几字，我目屎流落来。这是小慧伫遐教的囡仔。今年的热天，对台新教会音乐系毕业，目前在读硕士班的平方接续小慧的工课，去缅甸服侍。这个平方就是坐伫这个卡车顶面，这个通中这位。平方是阿嬷带大汉的，成长的过程中，无爸爸妈妈陪伴，爸爸妈妈拢无出面。伊到即摆已经30岁，无看见伊的妈妈，因此有一位真关心伊的牧师，就请我甲我的先生来扮演平方爸母的角色。伫遮嘛，甲恁分享一个趣味的代志。伫平方大学教会音乐系，主修钢琴，迄年毕业迄年，有来遮举行一个毕业的发表会。发表会，结果真成功中，西装有炸，皮袂记哩炸，
来到遮，我就拜托静怡讲看脖子会当互伊穿袂，结果无拍算，平方的骹实在伤大，所以呢，伊迄天弹琴，咱迄个钢琴就搬起来台仔顶吼，结果呢，伊搬来头前了吼，伊弹琴面顶穿西装，下骹穿球鞋，吼，迄是平方。对于20几岁到30岁，看到伊的成长，这学期学校有耍一个互相关怀的游戏，我竟然就抽到平方。平方去缅甸看到遮尔侪艰苦囡仔，有诶无定变搁较艰苦，我就问伊，会感觉即个人生的路真歹行无？伊应我。无好行，咱就慢慢啊行。相片顶面2位姊妹，一位叫做佳慧，较大、较悬一位，甲雅慧。因2个对台大甲政大毕业，来台神诚做共班的同学。毕业的时阵，也一个摕第1名，一个摕第2名。2个人个同时受派去彰化牧会。雅慧、雅慧，较细汉即位，每工透早5点半就骑脚踏车洗砖头，摕砖头祈祷。咱知影，伫中部即个妈祖的影响力真大，也是讲咱讲民间宗教，所以每工5点半骑脚踏车伫祈祷。伊也偷偷甲我讲家慧、佳慧。每工有一顿替教会进遮祈祷，因拢派伫真细间的教会。尔阵因会当和我同款，今仔日伫嘉南教会一定真欣赏。咱有真济资源，咱有真济人才。即2人一直是祈祷的好同伴，所以袂互相批评。但是很多时有一个小组。因叫做开拓小组、乐活小组。这阵囡仔因立志毕业了后，家己要去创办教会。因每礼拜5就伫捷运线一站一站去传福音。故事讲袂完，但是伫时间的下面，我就爱结束。这个故事。毋啦，属伫台神，也属伫正教会。可能有人真久无去过，无去台神吼，还是有人本来就毋捌去过。我带大家来看即个校门。校门口要爬起伫个路，甲暗时的即个。晚霞，礼拜堂，行政大楼，图书馆，这拢是宣教师所起的。大梦的校园，伫毕业典礼学生的献诗，最近学师，最近整理校园，最近笑。最后一张的相片，这是很多时伫新行院同济，就是讲一间教会同济学生的台中中校路教会，因应该是有8个人伫相片顶面，咱看到7个人。我毋知影，咱中间无一定是敢若是青年人，无定咱有壮年人，无定有人。就在想退休了后要做啥物？毋知咱听拄仔我分享的故事，恁有受遮的人的故事感动无？咱家己是毋是有想伫咱的人生短短人生中间，咱要安怎回应上帝的呼召？毋是每一个人拢去新行院受造就。咱伫咱的工作的顶面，伫咱也未信主的
厝内人顶面，咱嘛有真侪通好做工的所在。今仔日是台湾新航医奉献的主日，我代表学校来甲南教会说多谢，感谢恁伫祈祷中、伫奉献顶面来支持这间学校。过来这个年度，阮的预算是爱6700几万，这个钱真侪是对听愿的兄弟姊妹的奉献内面得到的。若阵咱有安尼快乐，我邀请咱将咱的感动化成做行动，替阮奉献，叫咱有法度奉献的。若阵咱要是学生，咱会当伫祈祷中，或者是你家己你的人来投入这个新航院的教育内面，真做台湾长老教会将来的牧者。真感谢大家伫这段时间和我做伙来看这个故事，咱做阵来祈祷。听阮的上帝，感谢你竞选阮成做你的学生，互阮会当称你做老爸，求你帮助阮回应你的听，生活有敬虔，搁较贤听人，搁较认真做主的工。毋茫阮对你领受侪侪，也通好做主的好的管家，把握每一工的生活。听阮身边的人，互上帝国今仔日就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是奉靠无罪主耶稣基督的圣名。